慢慢会。没日没夜，应该安怎讲？安怎下？无暝无日。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释义没日没夜，夜以继日，形容人对事情太投入，不管白天或晚上都不休息。用力，伊做工课做甲无暝无日，恐惊会拍歹身体。他夜以继日的做事，恐怕会伤身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